哎呀，就不要拉着我，我要离開廣東，這個廣東話實在太難學了。你看這幾個字，不要說我不認識了，他們都有可能不認識。幾個字啫，你唔好忘記我哋呢度仲有個碩士喎。嗱咧，呀，係咯，假假地我都係一個碩士。係咯，幾隻字啫嘛，讀俾佢聽。我唔讀，你讀。嗱，第一個字揼等揼揼七嘅揼，等等差，揼揼七。那這個呢？呢個係揼水聲也，即係啲嘢咧揼咗落水咁樣揼一聲。等，那這個呢？哦，有冇手機喺度啊？哦，有。啊，就係呢個揼啦，揼出去個揼。哦，等，嗯，那這個呢？嗱，揼揼落嚟個揼。等，誒，這個還有點意思。要硬真，我愛嘅珍珠都冇咁真。